今次介紹係一個橙色嘅比較大啲嘅吸水泵，呢個係其中我哋清潔部其中一款。咁佢用法有咩用途咧？就係、萬一如果你有積水嘅地方面積太大，而吸水機又唔夠用嘅時候咧，你可以直接放呢個泵喺地下吸走嗰啲積水嘅。咁用法係好簡單啦。如果你拎到去嘅時候，你就將呢個泵擺喺嗰個積水嘅地方，之後你要用。本身我哋有連埋呢樽水嘅，你要將呢樽水倒滿去呢個瓶口，直接封頂位置，之後插蘇，再駁埋呢一條橙色嘅排水喉，咁之後佢就可以自動擺喺度，就會將啲積水吸走嘅。咁但係如果有一個地方要注意嘅就係、如果你當你用嘅時候，你唔將呢樽水倒滿去個瓶口咧，跟住你插蘇咧，佢係吸唔到水嘅，所以你用之前一定要將呢度封頂倒水嗰度，咁佢先會可以有個力度吸走地下啲積水。咁同埋啦，另外講多少少就係、你哋插蘇之前咧，記得要插咗呢條喉。如果唔係，你一插蘇咧，佢就會自動開，佢就會係咁噴水嘅，到時候就會整到自己濕晒嘅。咁暫時呢一個嘅用法係咁多。